你是谁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金小天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应该不会去用扫把，因为那东西根本伤不了我。你是干嘛的？怎么在我家待着呢？李新月是吧？你好。你赶紧给我出去！你这个行为是私闯民宅，知不知道？赶紧出去！再不出去，我报警了！再提醒你一下，刀具都是我大姨的，快点放下。你大姨是谁？李桂花，你跟她很熟吧？房东阿姨。你来干嘛的？她跟我说你已经半年没有交房租了，让我过来催催你。我怎么能相信你说的话？打电话。喂，阿姨，我是新月。啊，小姑娘，怎么样啊？有钱交房租了？阿姨，房租的事儿我不是跟您说好了吗？等我这个月工资一发下来，我马上给您转过去。您怎么还派个男的到我们家来吓我呀？不是吓你，那是我外甥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，你不能让我自己跑啊！我可跟你们耗不起，我都给你1个月的时间了。你要是再不交房租的话，我这房子得收回去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阿姨，您放心吧，很快就把钱给您转过去了啊。你应该好好看看这篇。电话你已经听到了，对吧？等我一发工资，我会马上把钱转给阿姨。你现在可以走了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干什么呢？喝你瓶奶啊！把这儿当自己家了？你赶紧给我出去！不是，我大姨跟我说了，必须要让我问你这个具体的。你赶紧出去，听到没有？要不然我回去没法交代。你必须给个确切日子。你走不走？我数3个数，1、2、3，来，你走不走？你出不出去？别这样，出去！跟你闹着玩的你。恭喜楚老师画作重回画廊，前一阵儿啊，我老觉得我自己好像感觉哪儿都不对劲一样。我今天终于知道问题所在了，原来是这面墙少了这幅画，少了很多的灵动和生气。
需要找个放大镜给你看一下。你可别逗了，这幅画可是朱老师当年在雪山采风的时候一笔一画勾勒出来的，是不是朱老师自己画的？早就一眼看出来了，还等你拿什么放大镜？好了好了，你们俩不用擦了，去吧。好，谢谢朱老师。失而复得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姐，我觉得我的胃有点不舒服，你给我买点药吧，特别难受。好，突然之间，好的好的，你等我啊。让你做的宣传网页呢？天气跟花期的资料我正在核实呢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？这些资料网上都有，你当下来不就行了吗？你这么一点点对的，到什么时候去？主管，这不同地方的花期都是不一样的呀。要是不核实，我们不成骗人了吗？行了，这个项目不用你跟了 ，Robin， 哎，你来接手，尽快交给我。好的，主管。我们这儿不养闲人，你慢慢磨洋工吧。啊，对了，奖金呢？你半毛钱都别想拿。我。李新月，哎，有人找。找我吗？对，楼下。你怎么到我公司来呀？工作环境不错。不是你来干嘛？什么时候交房租？你别催这么紧好不好？我已经给你大姨打过电话，只要我一有钱，我会马上转给他的。你说你到我公司来追账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我有钱会打给他的，你能不能走啊？我记住这里了。是我，画拿回来了，不过画是假的。龙虾是不是？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在干嘛呀？你把我家都当陪葬了！
啊，我通知你一下啊，我今天呢就是打算住在这儿了，我常住了，知道吧？你常住？我家就这么大点地儿，你要住哪儿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你还让我的狗陪着你？别紧张，冷静点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要告你！我要告你骚扰罪！你赶紧给我滚！哎，找这个，在我这儿。你给我走！哎呀，哎，这里有冰饮料，喝不喝？这是什么？这我卧室啊。卧室？哎，大热天的，你冷静点好吗？快，冷静，请冷静一点。你看我这卧室啊，不管是从这个采光还是通风来说啊，都是一流的啊。从这边遥望城市的天际线，天际线虽然说是参差不齐，但是别有一番风味，是吧？嗯，你哭了？到底谁派你来的？看近点。谁让你来的？你要搞清楚，我如果不在这看着你的话，到时候你跑了，我找谁要钱呢？你替我想想好不好？你就告诉我，我是不是把房租交了，你就能马上走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现在也是走投无路了，所以我来投奔我大姨，而且我大姨说了，如果你答应跟我合租的话呢，每个月给你少500块钱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个好消息？高不高兴？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你给我滚！啊！喂，你不开心？李新月的账户上突然多出了300万的进账，汇款方查出来了吗？汇款方是一家律师事务所，据分析，这个企业的法人就是赵小军的妹夫。自从这300万进账以来，每个月都有数额不菲的资金往来。不过，这笔钱很快就会被划走。收款方呢？就是赵小军的财务公司。这笔钱的来路有什么问题吗？钱是干净的，一直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呀。不是洗钱，又没有必要帮着银行做流水，那他们的目的……小马，用电脑查查拍卖会的信息，看看他们对参加竞拍的人都有什么要求。是。冯队。入场竞拍的门槛里有一条，需要财产证明和3个月的账户流水。我知道了，冯队。李新月为了进入拍卖现场，他需要财产证明，可是他又没有那么多钱，所以他找赵小军借了高利贷。很有可能。连高利贷都敢招惹，真是不惜代价啊！这幅画真的那么值钱吗？不行，有点晕血，打个鸡蛋，我要补一补。谁允许你在这煮东西了？你煮都煮了，你凑合一下呗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什么时候才能从这儿滚？你什么时候交房租，我就什么时候滚。我不是已经跟你大姨说过了吗？这个月底只要我一发工资，我马上把钱转过去。你每天这样24小时盯着我，你没有别的事情做啊？你在这住着那么开心啊？你家里有没有红糖？我帮你泡杯红糖水。你慢慢吃吧啊！我这面2000一锅，我会从房租里扣出来的。2000这么便宜啊？没问题啊。我说你也是呗，你身边这么多大款傍着，不晓得让他们帮你给啊，非要搞得自己那么辛苦。
胡说什么呢？什么大款？不是啊，就拍卖会上那个就挺有钱的，我看着。拍卖会？外滩香格里拉，戴眼镜的，胖胖的。你为了追着我收房租，都混到拍卖会去了？不好意思，你想多了。那天是我朋友让我去做礼仪接待。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实不相瞒哈，我这个人呢，这个社会阅历比较丰富。我的本职工作呢是在债务公司，也就是收债的，但是我还做很多兼职，比方说什么接待啊、平面模特啊，因为我这个形象啊你也看到了是吧？酒吧我也做过的啊，因为你知道。是个无赖。你放心啊，碗我会帮你洗干净的啊。